每日靈修讀經系列，靈動每天，開到水深之處，耶穌比喻30日。第25日，婚宴的比喻1，馬太福音22章1至10節，新漢語。耶穌又用比喻對他們說，天國就像一個王為兒子舉行婚宴，他派僕人去通知已獲邀請的人出席婚宴，可是他們不願意來。王又派其他僕人去，說，告訴那些獲邀請的人，看啊，我已預備好了筵席，牛和肥畜已經宰了，一切都準備好，請來赴宴吧。但那些人不理會，就走了，一個到自己的田裏去，另一個去做買賣。其餘的人抓住王的僕人，凌辱他們，並且把他們殺了。王就發怒，派士兵除掉那些兇手，燒毀他們的城。然後王對僕人說，婚宴已經準備好，可是那些本來獲邀請的人不配出席，所以你們要到大街上去，把碰到的人都通通請來赴宴。於是那些僕人到街上去，把所碰到的人，不管好壞，全都聚集了來。於是婚宴上滿了賓客。好似之前所提及嘅，比喻係主耶穌針對特定嘅情景同埋聽眾，為有效教導而精心設計嘅。所以而家我哋就嚟理解講呢個比喻嘅時候嘅一啲背景啊。喺之前嘅一章，馬太福音第21章，我哋見到地點時間係耶穌啱啱騎驢進城，群眾夾道歡呼。而喺第12到17節同埋18至22節，我哋見到耶穌做咗啲不尋常嘅行動，就係潔淨聖殿同埋咒詛無花果樹。而當耶穌喺聖殿教導人嘅時候，就喺23到27節，我哋見到引嚟咗祭司長同埋長老嘅攻擊，佢哋打斷並且質問耶穌。於是耶穌就以比喻嚟回應，佢接連講咗3個比喻，就係2個兒子嘅比喻、邪惡佃農嘅比喻，同埋今日要講嘅婚宴嘅比喻。比喻帶嚟嘅結果呢，係分別喺21章45至46節同埋22章15節嗰度見到祭司長同埋法利賽人聽到耶穌嘅比喻，知道係針對佢哋講嘅，佢哋就想捉佢，卻又懼怕群眾，因為群眾一直都認為耶穌係先知。當耶穌講晒3個比喻之後，法利賽人更加出去商議點樣喺耶穌嘅話上揾把柄陷害佢。而家我哋又嚟睇翻婚宴嘅比喻嘅細節啦。婚宴嘅比喻係耶穌喺聖殿嗰度對宗教領袖講嘅第3個比喻。好似頭先所講嘅，喺呢個比喻之前，佢已經用咗2個比喻嚟指出佢哋嘅惡行，並且宣告審判。而呢個婚宴嘅比喻就可以分為3個部分。第1至7節嘅拒絕邀請者會受到審判，8至10節邀請取代佢哋嘅人，同埋第11至14節參與天國嘅要求。王為兒子擺設婚宴，打發僕人邀請賓客，被邀嘅人竟然輕看同埋拒絕。王仍然恩慈，再派僕人話，牛同肥畜已經宰了，一切都預備好㗎啦，請嚟赴宴啦。有人就用耕作買賣為藉口推辭，更加有人凌辱並且殺咗王嘅使者，呢個簡直係公然嘅背叛。王大怒，派兵除滅兇手，焚燒佢哋嘅城。呢啲其實就係暗指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毀，就係宗教領袖拒絕天國邀請嘅後果啊！
王說：被邀嘅人本來就不配。佢吩咐僕人到大街小巷，凡遇見嘅，不論好人壞人，都請嚟赴宴。筵席就坐滿啦。呢啲人正係耶穌服侍嘅稅吏、罪人，以致日後歸信嘅外邦人。讓我哋一齊思想。第一，面對宗教領袖嘅強烈敵意，耶穌仍然用一連串嘅比喻嚟向佢哋說話。你明白主嘅心腸嗎？第二，你係咪亦都經常先忙完自己嘅事，然後先想到神呢？邊啲事情最常佔據你，叫你覺得遲一啲回應神都唔緊要呢？第三，你係咪嗰個不肯赴宴嘅人呢？定係嗰個不配卻獲邀嘅人呢？你點樣體會自己原來係一個蒙恩嘅罪人？第四，王再三打發僕人嚟邀請，你睇見神嘅忍耐同埋恩慈嗎？今日你要點樣回應佢呢？係靈修、禱告、讀經、聽道，定係行道呢？回應禱告。親愛嘅天父，求你赦免我嘅拖延同埋輕忽，賜我敏銳嘅心，聽見就回應，唔好讓世事阻攔我嚟到你面前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禱告，阿門。